即摆出入病院，政府有规定一定爱来挂外科用的喙罨，但是外科用的喙罨无法度挂甲真密，这个喙皮两边会有芳，会来增加着感染的风险。所以网络顶头袂少的影片咧教人挂喙罨挂互密的方法，讲的这个通开的加大，加上回纹针，安尼就真妥当咯。 挂外科喙罨面的双边拢有芳，而且面型无共人，芳无共款。各类型的芳较细，若五两面的芳较大，有芳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那因为外科手术口罩的话，它本来戴起来都比较松，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，让它的密合度可以提升的时候，对我们平常在外面在社区的时候，相对的你的泄漏率比较低，会比较安全。中山医学大学专家讲，有3种方式会使加工，让这个喙罨较密咧，分别是用这个加大搭，还是旧大用扁针并起来拍一个结嘛会使。专家测试先用各种加工的喙罨钻孔，所来用仪器来测，发现讲用加大搭的上密，这个效果上好，而且一摆用2种加工方式的效果更加好。 如果你的脸型是比较接近国字脸的，脸比较大一点的，那在透过我们的贴胶带以及用回纹针的补强之后呢，你的密合度呢，甚至可以到接近100这样的一个数值。那密合度100代表着就是你可以泄露1%。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的传染，破病人搁出入病院，也是去人济所在，一定要挂喙罨，而且唔是有挂就好，都要有够密，效果才会好。